大家好，我係羊城小人物。今日朝頭早，即係4月1號嘅朝早，東部戰區發布消息，對台海周邊展開聯合軍事演訓。參加演訓嘅包括有陸海空火等4個兵種。就喺我錄片嘅時候，央視以及騰訊、百度等等一系列嘅網絡平台都喺度展開緊同步嘅現場直播。我哋而家先睇睇現場直播嘅畫面先啦。呢一次嘅軍演同以前有好大嘅唔同，以前嘅軍演着重嘅係圍台，而今次嘅軍演好明顯睇得出針對嘅係攻台。過去陸軍係好少出面嘅，而今次特別強調陸海空火4個兵種都齊全，陸軍上島先至可以起作用。以前圍台嘅時候，陸軍係唔可能參與嘅，陸軍揸住部坦克過唔到海噶嘛，所以陸軍一旦參與，就意味住以前嘅圍台
變成咗而家嘅攻台，呢個係好大嘅唔同啦。而另外，火箭軍亦都高調參與。對於台灣呢個島嚟講，火箭軍如果只係針對台灣島嘅話，所發揮嘅作用呢，其實係有限嘅，因為台灣島就係咁大，亦都好近，所以實在並不足以讓火箭軍去施展手腳。而火箭軍嘅高調參與就意味住針對美日等等域外國家係有所演練嘅，亦即係話呢一次攻台之餘，唔淨只係針對台灣，亦都針對一啲潛在嘅敵人。前幾日美國嘅新國防部長訪問日本，亦都喺度高調咁稱讚所謂嘅美日友誼，為咗拉攏日本，甚至荒謬到稱讚二戰時候硫磺島戰役嘅時候，日軍作戰英勇，真係100歲唔死咧都有新聞睇。美日喺硫磺島打到天昏地暗，前美國總統老布殊佢當年作為飛行員係參加過硫磺島戰役嘅，據講佢自己跌咗落海啦，喺海上邊係親眼睇住當年嗰班殘暴嘅禽獸一樣嘅日軍食用人肉嘅。老布殊屍骨未寒，今日嘅美國國防部長喺度稱讚當年嘅嗰班日本秀軍作戰英勇，恐怕老布殊嘅棺材板都就嚟壓唔住啦。我都唔知道會唔會夜晚黑去探訪下呢位新紮師兄。我哋以前見啲狗對住主人搖尾巴氹主人開心就見得多啦，你幾時見過主人跪喺地下對住隻狗叩頭扭屎忽花嘅呢？真係100歲唔死都有新聞睇，而家就做俾你睇啦。身為主人嘅美國國防部長去到日本嘅時候，竟然對住二戰嘅日軍叩頭。我問你服未？點解佢咁失威啊？其實高 B 哥前幾日有條片講咗噶啦，佢既想打，但係又怕打。咁怕打就知佢自己知自己事，打唔打得起。但係佢始終係死心不息噶嘛，佢始終係想打噶嘛，想打咁佢就要做準備。至於做完準備打唔打，夠唔夠膽打，咁係後話啦。反正佢想打之餘，佢就一定會做好準備啊！做好準備，萬一有機會偷你一粒咁咪搞掂你咯。咁佢嘅心態就係咁啦。所以佢既然想打，佢就要做呢啲準備。而面對住台海方面發生戰爭嘅話，佢要介入嘅話就離唔開日本，佢嘅兵力投送支援等等都要以日本為基地去發動，所以佢去到日本嘅時候就拉攏日本，為咗拉攏日本就不惜讚揚二戰嘅日軍作戰英勇，估計佢亦都有啲微小嘅心思嘅，想推日本仔出嚟送死。想推日本仔出嚟做爛頭卒，通過日本先去介入，然後啟動所謂嘅美日協防嚟去介入台海，呢啲係佢嘅小心思啦。但係佢喺日本嘅時候，日本其實亦都係左搖右揈嘅，一方面亦都喺度同佢扯貓尾啦，有好多嘢應和佢。但係日本嘅心態亦都係好矛盾，日本既同樣係想打又怕打。因為佢作為日本，佢有一種迷之思想，佢知道一旦台灣歸還到中國嘅懷抱之後，佢嘅國運就徹底玩完噶啦。佢從此之後能夠做一個地區大國嘅機會都冇，所以日本係想借住美國嚟去介入台海，打斷中國嘅發展之路嘅。呢個就係日本人嘅心思。但係日本人佢同樣亦係怕打，點解呢？佢亦都知道今時今日嘅中國嘅力量，一旦佢介入嘅時候，新仇舊恨一齊去報，恐怕中國人嘅怒火會將整個日本淹沒。所以美日各自都係各懷鬼胎，互相把口就喺度稱讚，好高調咁強調美日嘅合作，互相稱讚對方
老祖宗打得非常之英勇，但係佢兩個老祖宗自己兩家其實係打到生生死死，有你我冇我噶嘛，搞到當年係唔講得啦，嗰句話再講我自己都嘔啊！唉，老布殊嗰樣嘢頭先講咗噶啦，唔想再講啦，講得多會嘔啊呢樣嘢。但係今時今日美日兩國嘅互相應和，又真係同樣讓人覺得好嘔心。老祖宗大交揸刀互劈，然後各自稱讚對方老祖宗打得好英勇。你話真係嘔唔嘔啊？你真係呢啲咁嘔心嘅事情，反映嘅其實就係佢兩家都係各懷鬼胎，互相都想拱對方出嚟做爛頭卒，讓對方為自己去死。所以呢一場聯合軍演，對於嗰啲心懷鬼胎嘅域外國家嚟講，就係一種最有效嘅軍事警告。你唔好亂諗，尤其係日本人。日本人係有倒國運嘅習慣嘅，佢哋前後倒過幾次噶啦。而今次我哋唔能夠完全將佢唔放在眼內，因為呢一條豺狼佢係賭性極大嘅，所以而家就擺晒架生，擺晒陣仗出嚟俾你話俾你聽，即管賭啦。如果你要賭嘅，就讓你全部輸乾輸淨為止，從此之後你休想再翻身。針對呢場聯合軍演，東部戰區係拍晒片，拍咗好多宣傳片嘅。我哋而家嚟睇睇片先啦，又。呢一段短片拍得非常之精彩，唔單止係娛樂性十足，亦都非常之年輕化。但係佢裏邊每一幀嘅畫面都有住豐富嘅內涵。我哋而家嚟解讀下呢一段畫面先。畫面嘅第一段顯示軍方已經完全立定咗決心，準備要登島武統台灣，而唔係過去嘅圍台，保持一定嘅和平形式。即係話過去解放戰爭時期嘅所謂北平模式係唔會採用嘅，而採用嘅係天津模式，即係將佢以軍事手段打落嚟。呢個就係所謂嘅降妖除魔。而接落嚟首先出現嘅第一部飛機就係空警3000。呢個顯示就係今日嘅高科技戰爭形態之下，信息戰係排喺第一位嘅，所以第一部起飛嘅就係空警3000最新式，啱先推出嚟，基於運20呢種機型之下所設置嘅第3代預警機。呢種預警機係全世界裏邊都係最領先嘅。
冇其他嘅預警機能夠同佢相比。而接落嚟出現嘅就係號稱炸彈卡車嘅殲16，呢種係一種重型嘅戰鬥機，佢可以攜帶相當大嘅彈藥量，屬於降妖除魔裏邊嘅韋陀金剛。而接住落嚟出現嘅就係兩艘海軍嘅艦艇，畫面上方嘅就係517嘅衢州艦，呢個係054A嚟嘅054A 式護衛艦，而下邊嗰艘咧就係516舷號嘅九江艦，而呢個畫面非常之耐人尋味。最突兀嘅地方就係516嘅九江艦，516嘅九江艦按道理應該已經喺2019年就已經除咗役噶啦，退咗役噶啦，即係話，但係今次又堂而皇之咁走翻出嚟，點解東部戰區要將一部退咗役嘅軍艦特意咁拍入呢條片裏邊呢？中國嘅而家嘅海軍軍艦，新嘅軍艦等等054A、054B 等等多得很。點解非要揀呢艘516艦出嚟啊？讓佢出鏡呢？呢個係好奇怪嘅地方嚟嘅。呢個已經可以講小心思多到放唔落，製作得極其精良，拍得好精彩嘅宣傳片。我唔相信佢就係為咗方便，求其揾一段以前嘅片拎出嚟放俾大家睇就過關。我唔相信係呢樣嘢啊！我一定相信佢呢個畫面係精心安排嘅，係有意要透露一啲信息嘅。咁516艦佢屬於乜嘢艦艇呢？點解話佢奇怪呢？因為516艦喺中國海軍嘅定位裏邊，佢係一艘對岸嘅火力支援艦，佢前身係一艘護衛艦，但係因為好多型格啊、武器啊等等過咗時，所以中國海軍對佢進行咗一定嘅改裝。佢並唔係用於主要進行海戰嘅，佢係用於對岸進行大規模火力支援嘅。佢可以一次過發射250枚火箭彈，大型嘅火箭彈啊！呢一種發射規模係好恐怖嘅。佢只有對岸嘅時候，佢先至有意義。放佢出嚟，放喺海洋上邊，讓佢喺海洋上邊同其他軍艦去競爭呢，佢係冇乜能力嘅。佢而家聽講係連導彈都拆埋噶啦。只剩翻一座艦炮，最強大嘅武器反而係嗰啲火箭發射管，一次過可以發射250枚大型嘅火箭彈。你可想而知佢嘅火力密度有幾大。佢就係用於對岸支援嘅，將一艘對岸支援嘅火力支援艦拉出嚟，實際上就係明確話俾你聽，我要追求嘅係對岸打擊，就係要登島嘅。而佢接落嚟所謂嘅筋斗雲，其實強調嘅就係中國軍隊海空打擊體系之下嘅多向性、突然性、機動性。大家而家見到嘅就係一部穿越緊雲層嘅殲10 C， 殲10 C 只係一部單發嘅輕型機，但係對於距離我哋海岸線只有300零公里500公里左右，即係300至500公里左右嘅台灣島嚟講，佢嘅作戰範圍已經足夠。經濟適用型嘅殲10 C 喺500公里左右範圍裏邊擔任警戒、巡邏、護航等等基本任務嘅時候，可以講係又平又靚又正。如果喺其他嘅重型戰鬥機已經取得空優，清空咗作戰空域之後，佢同時可以擔任多批次頻密嘅空中霸王，為地面部隊提供各種各樣嘅空中支援等等，交俾佢嚟做呢係好適用嘅，因為佢輕靈活，目標又少，而且佢最重要一樣嘢係平，使用成本非常之低。而接落嚟大家見到嘅就係喺航母上起飛嘅殲15，殲15佢係喺航母上邊起飛嘅，亦就係體現咗佢嘅全向性、多維度、多方向，可以喺台灣嘅東岸對台灣嘅一系列基地發動突然嘅打擊。
過去10幾20年裏邊，我哋嘅打擊力量並不足以覆蓋台灣嘅東岸，所以台灣島上邊好多嘅指揮所啊、軍事基地啊等等，佢都係設置喺東岸嘅。而家有咗航母之後，喺海上邊由東岸方向對台灣島咧一系列嘅指揮所、軍事基地等等發動空中打擊嘅時候，佢係全方位嘅。你根本連避都冇得避啦！而大家接落嚟睇見嘅就係以運20為基礎所進行嘅空中突擊，即係空降部隊喺空中降落去打擊敵人嘅重點目標，所體現嘅仍然係嗰種打擊嘅突然性、多向性、機動性。接住落嚟出現嘅所謂分身術，主要體現嘅就係解放軍嘅多維打擊能力。密密麻麻嘅直升機體現嘅係一種戰術支援能力，而大象漫步一樣嘅大型嘅轟炸機，證明嘅係一種戰略上邊嘅支援能力。呢種全方位多維度嘅空中支援力量，可以分出輕重緩急，既可以支援到一個具體嘅單兵，亦都可以支援到整個艦隊，體現嘅係一種大國力量。而佢特意咁強調咗一下對單兵嘅支援能力嘅時候，亦都體現今次嘅演練並唔係圍台，而係攻台。而家大家見到密密麻麻嘅直升機之餘，仲見到喺海面上邊隱隱約約有一艘艦，而呢艘艦睇艦型，佢應該係中國海軍嘅904型綜合補給艦。呢款綜合補給艦佢總共有2艘，分別係883舷號嘅陽澄湖艦同埋884號嘅鏡泊湖艦。咁大家而家見到畫面，因為太模糊啦，所以睇唔到舷號。反正無非就係883或者884呢2部嘅啫。咁佢嘅服役時間咧係1992年。總噸位即係標準嘅排水量咧就係1.1萬噸左右啦。咁佢派嚟做乜用咧？咁有啲人就話啦，你都講咗補給艦啦，補給艦仲可以派嚟做乜用咧？咁其實補給艦都分好多種嘅，有啲補給艦係為船隻嚟去補給嘅，例如號稱航母奶媽嘅嗰啲咩901型啊，嗰啲就係為大型嘅船隻去進行補給嘅。嗰啲船上邊咧，佢係有龍門吊嘅，亦都有各種液體嘅管道啊等等可以對接嚟去傳輸油料啊、生活用品啊等等一系列嘅物資嘅。而呢一艘904型綜合補給艦咧，佢龍門吊啊嗰啲嘢冚唪唥都冇嘅，佢唔係用嚟補給艦隻嘅，佢係對岸進行補給嘅。第一個佢有一定嘅垂直補給能力啦，即係通過直升飛機去運。咁其他型號嘅補給艦通常都會有呢啲能力嘅。而呢種補給艦佢最大嘅特點咧，就係對一啲具有良好嘅港口條件，但係就冇港口設施嘅島嶼去進行補給嘅，亦即係話喺一啲沿岸灘頭等等，佢可以去補給岸上嘅部隊。你睇見未啊？佢用於補給岸上嘅，就唔係用於補給海上嘅。同樣呢個畫面亦都係體現登島需要。而接落嚟大家見到嘅所謂隱身術，主要體現嘅就係嗰種打擊嘅突然性啦，隱身飛機、隱身嘅無人艦艇，以及一啲隱身嘅無人機等等，呢一系列嘅隱形對雷達波隱形嘅設備咧，佢就係強調一種打擊嘅突然性嘅。通常就係用嚟踢開人哋道門，打盲對方隻眼，打聾對方隻耳，就係嚟咁樣用嘅。咁大家而家見到嘅咧就係無人艇啦，而跟住最後有一個畫面出嚟咧，就係應該係潛艇嚟嘅。呢度要重點講講呢艘無人艇。呢艘無人艇喺珠海航展嘅時候係參與過展出嘅。第一佢無人啦，第二佢係隱身嘅。
第三，你唔好睇見佢船仔細細，佢可以搭載鷹擊21嘅，呢樣嘢係好恐怖嘅。佢船仔細細，但係佢無人，然後佢續航能力又相當長，然後佢一直行出去，你都唔知佢喺邊度嘅時候，你突然間打粒鷹擊21出嚟打航母嘅，你話佢恐唔恐怖啊？好顯然呢種咁嘅無人艇呢，佢就唔係針對台灣嘅，而係針對美日嘅。而接落嚟出現嘅所謂定身術呢，就係強調解放軍嗰種指邊度打邊度，話打你邊度，幾時打你就幾時打你嘅嗰種即時打擊嘅能力。而家大家見到嘅呢，就係雙尾蠍無人機，而呢種無人機佢嘅最大升限喺10000米以上，續航時間呢，最大嘅續航時間可以去到35個鐘頭。佢可以掛載大概1.2噸嘅武器彈藥，可以掛載多種嘅導彈嘅，而佢本身呢，就具備有多種嘅電子戰嘅能力，所以佢叫做察打一體無人機。察就係偵察嘅意思，打就係打擊嘅意思。佢既可以用於監視對方，亦可以用於打擊對方，同時佢仲可以作為空中母艦去使用。佢可以搭載2架更小型嘅無人機。好啦，你自己諗下啦，真係打起上嚟嘅時候，喺城市嘅上空有部咁嘅嘢喺度飛35個鐘頭，乜嘢軍事手段喺佢面前都係無所遁形嘅。作為佢嘅對手嚟講，唔俾佢打出屎嚟先至係神奇啦。佢嘅整體性能大致同美軍嘅 MQ9 相當啦。但係佢最離譜嘅地方，佢嘅價錢係美軍 MQ9 嘅1/6。大家嘅性能大致相當，但係你整一架，我可以整6架，你係咪要繼續同我玩落去啊？你睇下呢個畫面啦，一個人就係一個鍵盤，一個遙控杆，所有你啲城市全部都同你鎖定喺裏邊嘅所有軍事目標，所有嘅軍事行動，通通無所遁形，仲玩條毛咩？呢種仗？台軍嘅坦克車等等匿入去城市裏邊，你以為匿入城市就可以搞得掂咩？靠揾啲老百姓嚟做人肉盾牌。而家呢種無人機佢係可以精準咁去攻擊你呢啲軍事目標，而未必會誤傷到好多嘅老百姓。你唔好諗住揾呢啲嘢嚟玩，害死啲老百姓啊！而最後一段就係所謂嘅劈棍嗰度呢，就將一個黑神話悟空裏邊類似青蛙嘅角色拎咗出嚟，講到明綠蛙必須要打死。邊個想去撐綠蛙嘅話，導彈與事後前邊嗰段見到飛緊嘅 N 個導彈，你諗起都驚啦，係嘛？呢個就係所謂嘅金猴奮起千鈞棒，玉宇澄清萬里埃。我哋接落嚟再睇埋東部戰區嘅拍嘅另一條片先啦。呢條片已經係指名道姓、具象化咁針對具體嘅人啦。去到咁嘅程度，其實代表就係冇計好傾啦。武統已經正式進入進行時。A few moments later. A few moments later.好啦，呢條片就講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多啲點讚，多啲留言，多啲幫阿高 B 哥點下廣告。如果能夠數碼支持小人物嘅，當然就更加好啦。我哋下集見啦。今集因為係突發事件，時間倉促，所以錄得唔好嘅地方呢，就請大家多多見諒啦。